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，即摆是真猖狂。有一个网红来控诉，讲伊伫咧网络顶买物件，啊，就寄到超商来退货，因为买伤侪，就做伙来结销。其中有一件7290块，转去厝一个拍开，内底是底一个拗股的 TI 的手环。原来这包就是诈骗的包裹，讲这已经是伊第二届受骗了。 在网络购物，不少人都会选择来到超商货到付款，但要小心，你领到的有可能就是诈骗包裹。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又在跟我要了资料，他们的态度就是很差，就说啊，那你这个部分的话，那你就是在留资料，那他们就变成是说，又改到变成8月17号，我的资料，我就觉得我被外泄了，安全有受到了威胁，所以我就觉得。 非常的不安，这样子。伫咧网络顶订收济，订到无头绪，市场民众若是收到简讯，得去超商领包裹。这类包裹市场200到1000，民众若是无买清，得直接付钱。调查发现，这拢是由中国的转运站寄出来。这间物流公司竟然用170外斤包了公司，民众嘛唔知影卖人到底是谁，实际甲问，嘛是有真侪人拢拄到同款代志。你以为是你忘记什么时候买的，他就一起拿了以后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他买的，他的金额就是好像1000多块，然后打开你才发现那个东西就是我忘记是什么了，反正就是价值很低，哇，就到现在还就是没有下文啊，我记得已经1个月了。 上可怕是，若是无去处理，诈骗嫌犯地愈小贪，过无偌久，佮骗一摆，亲像扣小者就互骗2摆。根据统计，今年1月到7月，都268件的超商包裹诈骗报案记录。不过可能只是冰山一角，其实民众会当找超商和物流公司申诉，超商拢会有申诉平台。虽然真了时间，不过上少会有机会会当得到赔偿。啊，若赔偿的物流公司可能毋是原本送来这间，毛消费者这期。 敢是物流公司和诈骗集团一个当起一个倒头互相勾结，未来伫咧网络顶买物件，拢爱特别小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